步咗成晚，想揾一個可以落手嘅目標都冇。就路粒前面嗰條友啦，睇呢條友傻下咁，一把戒刀仔都搞掂你啦。有魚上釣，啱啦，跟我過嚟啦。啊，條友越行越快嘅，係咪發現咗我跟住佢呢？咦，去咗邊呢？明明見到佢轉咗入嚟㗎。你係咪揾我啊？老粒啫，咁都撞鬼？想走咪行住啊！有鬼啊！大佬唔好追我啊！有鬼啊！鬼啊鬼啊！有鬼啊！條友走得咁快嘅，仲以為佢想跟我入公廁同道中人添。最後，賊人過度驚恐失足跌落坑渠，而被潘警長逮捕藏有攻擊性武器。另外一人涉嫌多宗扮鬼的低俗手法性侵犯50歲以上男性。